想改善皮膚，但搽咗好多護膚品都冇效，可能問題唔喺塊面度，而係條腸搞鬼。你有冇聽過腸膚族？即係你條腸同塊面之間有條秘密熱線。當你因為食嘢唔均衡、條腸壞菌太多而發炎嘅時候，啲炎症物質透過血液走勻全身，到最後暗瘡、粉刺、面黃，通通都喺塊面度走晒出嚟啊！我以前就係成日夜瞓，又中意食啲重口味嘅嘢，結果皮膚就變得好差。之後我聽從樂活顧問嘅建議，佢話要塊面靚先養好條腸。跟住佢推薦咗我食用呢款由199種天然植物食材製成嘅素時刻五穀膳食粉。佢真係有199種天然穀物㗎，膳食纖維多到爆，好似派咗支清潔特工隊入去腸道幫手清垃圾。唔使2個月，成個人都輕盈咗，啲皮膚自然有改善。與其平時要瘋狂遮瑕，不如直接從根源整治啦。素時刻沖一沖就食得，味道好似芝麻糊咁，飽腹感都強，啱晒我哋呢啲忙到食無定時嘅 office lady 啦！立即 click 下面條 link，直達素時刻購買專區，仲可以加入埋樂活會員，享有專屬優惠。